交易市場就要求提取實物黃金，咁呢個就會形成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叫逼空啊！逼空就係話，喂，我攞住合約，你要有金俾我先得㗎喎。如果你冇金俾我嘅話，你嗰啲合約咪全部冇晒，等同一張紙。咁喺呢個時候咧，交易所其實佢哋本身交易所就係交易所啊嘛，股票交易所可能佢有無限量，因為股票係指引出嚟㗎嘛。黃金嘅交易所佢背後唔係有一個無限供應黃金俾佢啊嘛，咁變咗交易所其實黃金都係有限嘅，佢哋唔係無限㗎嘛。如果當嗰啲合約係高出130倍，要求去提取實物金嘅時候，嗰啲交易所都好弊交貨嘅，可能佢就要用更高嘅價錢喺市場上買翻啲黃金去應付嗰啲擠提啊。咁變咗咧呢幾年咧相繼都發生咗一樣嘢，咁就令到幫手係推高嗰個金價。咁呢個都係一個原因。仲有一個原因咧就係嗱，頭先逼空嗰樣嘢咧就係我哋簡單講咧就係可以理解成為嘅就係金市上面嘅去槓桿，即係有啲人可能佢原先係攞住好多合約，但係而家佢唔可以咁樣，即係因為多咗人去提實物啊，咁變咗佢就降低佢嘅槓桿，咁呢個都係推升金價上升一個原因嘅。